今日祝愿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8月初5。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33节到43节，民数记11章16节到23节，31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生命。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民一再咧埋怨讲，哎哟，无水通啊啉啦，无物件通啊食啦，甚至因嘛还佫埋怨讲，哎哟，摩西你是安怎带阮出来出埃及来到伫这所在啦吼？伫埃及阮都过了真好吼，还佫有肉通啊食吼。那因为因经常会埋怨做正摩西除了带领因出埃及的路程以外，有足侪无必要的困扰。上帝就找肯另外的70个长老来分担摩西管理以色列人的工作。也因为这个军队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虽然已经是出埃及啊。但是因的性命却完全无改变啦其实是咱亲像一般咧讲，即群以色列人因真正是奴才成带动啦因咧埋怨咱亲像讲因足介意做奴才的生活呢。人已经出埃及，但是心远犹原还佫伫埃及。上帝听见因为无肉通食，就甲摩西讲，将来就要赏赐因有肉通食，通食几个月不但安尼圣经甲安尼形容，上帝要透过吹来的烟吞，互因食到对鼻孔喷肉出来安尼。民数记11章16节到23节，31节到32节。上主对摩西讲：“你着调走70个长老，就是你所捌做人民的长老甲官长的来，互因甲徛伫会幕头前。我要降临伫遐，甲你讲话，嘛要降落伫恁身上的神来分互因。因就是甲你分担管理人民的担，才免你家己一个担当。你嘛着甲人民讲，恁着家己分别做成，准备明仔载食肉。因为上主有听到恁祈口讲，互阮有肉通食。阮伫埃及真好，所以上主要互恁有肉通食。恁毋是简单食1日、2日、5日、10日、20日。伊要互恁食几个月，食到肉对恁的鼻孔喷出来，食到胃，因为恁气煞住伫恁中间上主，甲伊口内讲，阮若着出埃及。摩西讲，正会甲我做伙的人民，敢若行路的查甫人就60万。你讲我要互因几个月食肉？有肉通食，敢有够惊的牛群、羊群通抬来互因食？甲大海所有的鱼掠来，敢有够因食？上主对摩西讲：“你是看上主气力无够是无？但你要看到我的话实现。”上主就起一阵风对海面甲烟吞，吹来到营地周围。4个连长有1日的路程哈尼宽，离地面大概1公尺宽。人民规日甲第2日规日拢起来掠烟吞，掠上少的嘛有10堆，拢摆伫营地4围。基督徒既然得得救就爱出人生的埃及，安尼就必须爱有新的生命。保罗咧看免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
伫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经文安尼讲：所以我奉主的名考劝恁，毋通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因为无知甲内心心思黑暗，直到思想空洞，甲上帝所赐的活命隔断，因失去念伫的心。真情放纵做逐款污秽的代志，恁并毋是安尼来学习基督。你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对伊来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迷惑的败坏，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就是着像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既然咱得救，正做基督的门徒，就无应该去活亲像迄个无得救的人，因为旧的我会来甲咱创咱得救的生命。基督徒必须爱穿新的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迄个，表现出有真理、正义、圣洁的新生命，来见证咱家己是属于基督。诗篇101篇第1节到第3节，33节到43节。恁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上主所救赎的人，伊对着的手中救赎因，对逐国、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做一个人拢着安尼。伊互江河变做旷野，互水泉变做大水的地，伊互肥地变成做咸地，这拢是因为行去伫遐的人的罪。伊互旷野变做水潭，互大地变做水泉。伊互妖恶的人伫遐，互因起做通徛起，佮种做田园，栽葡萄，得到丰盛的土产。伊赐福气互因生大真济，互因的精生无减少。因佮因为压迫、患难、忧苦，人口减少，互人看轻。伊互贵族受侮辱，流浪伫荒废无路的所在。毋过伊提拔善车人，互因脱离苦难，互因家族兴旺，亲像羊群合济。正直的人看见就欢喜，歹人拢惦记无话通讲。智慧的人着注意这个代志，着少念上帝的慈爱。恳求主帮助阮会通活出基督的救恩，亲像一位真实得救的脱离这个罪，互救阮决下生活，互阮的生命有基督的形象，有救恩的记号，有恩典的热堪，通好得到来见证主的名。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